国商务部发布通知，鼓励各家庭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以备不时之需。中国最新一轮疫情爆发及近期蔬菜价格飙升，已引发人们对供应的担忧。商务部的通知也让一些人联想到台海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加剧。一些人担心商务部的通知可能跟两岸紧张局势加剧有关，因此人们才争相囤积大米、食用油和盐。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美国总统乔拜登批评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缺席会议。拜登在周二晚间的讲话中表示，气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中国回避了。拜登认为习近平缺席此次会议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还称俄罗斯和普京也是如此。俄罗斯和中国以影响人道主义局势为由，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减轻对朝鲜核计划制裁的建议。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在3日召开的全体会议期间，审议通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30周年大赦法法案草案。该法律草案由哈萨克斯坦内政部长叶尔兰托尔古巴耶岳夫在议会每周会议上进行表决，旨在赦免犯下简单罪行的人，并缩短一些重罪犯的刑期。中国政府为同化维吾尔人设立了大型幼儿园，主要目标是维吾尔族儿童。今年也继续扩大幼儿园建设。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官员11月2日告诉新疆日报，今年东突厥散学前幼儿园投资4.28亿元，新建幼儿园28所。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表示，因中国处于特殊发展阶段，所以才成为了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解振华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将中国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的地位归因于处于特殊发展阶段，并表示未来时期将可减少碳排放。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蒂尔·卡普罗夫在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讲话中，呼吁外国投资者在能源领域投资。卡普罗夫在讲话中说，吉尔吉斯斯坦90%的领土由山区组成，我邀请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者在水电领域进行互利投资。